我喺王定上苗栗人。我记得以前阿母卡一哭，迄个毛木个用梅一翻，凉水一收来，后来改建到阿木去哈，个天池边较发去，凉水我来了，哦，加一条哦，讲凉水到阿木卡来，一公用的事情。以前对凉啊一准冲，因为讲凉的吉祥通过啦。以前连搭自泡的吼，搭到个养凉的，这个车凉煮凉头的，个师傅的脚下，看见学到武顺样的，一样的扇也个自泡的吼。